说水阁好，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这个汉字四角字。咱知影讲，日本人用汉字咧写日语，中国人用简体字咧写华语。啊，台湾汉字有诶写华语，咱会当应用。写台湾话嘛是用汉字，毋则会造成一种误会。两字汉字写出来，台语甲华语诶解说无相共。高前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头一句咱来记咧，讲华语咧讲做家伙，家伙这两字，台湾话解说咱知，就是讲这款角色，讲较歹听来讲，这款卡相。啊，毋过共款这两字汉字，台湾话咧读咧，这两字台湾话就是读做家伙。家伙毋是咧讲角色，毋是哦。咱台湾话无咧讲这款家伙无哦。原因就是讲家伙有别种解说，家伙咧解说啥？咧解说残余，咧解说财产。啊有影吼，好嘅人家伙较济，善良人今日赚，明仔载无通开，手面趁食，哪有啥物家伙？过来第二句，第二句原来解艺术，咱来讲究。叫做伙计，咱知影讲华语咧讲的伙计，就是讲谈咱遮咧甲咱食头路，咧做咱的辛劳，叫做伙计。毋过呐，台湾话共即两字读落，敢若一种解说，就是讲吼已经结婚的啦，查甫的外口搁再交，迄个外口面的爱人，讲叫做伙计。啊，若查某的外口搁再交咧，互肮脏着，毋讲当即个想，查某就解说讲吼，这我客人的阿兄啦，原来。查某外口交迄个，叫做客兄；查甫外口交一个，叫做伙计。毋则讲客兄伙计乱干情烈，讲即个话就介歹听。伙计谈台湾话，干那一种解说尔，无讲辛劳的意思无哦。搁来第三句，咱来讲华语，咱看新闻定咧报，讲吼有迄款人，你即马钱若无还，伊替你出头，去人兜共结家人，去人兜共破邮册，安尼就是讨债集团。讨债这两字台湾话安怎样解说？那华语的解说意思，台湾话这款人啦，这款吼专门替人出头的人，或者啥，或者收销的人。讨债台湾的解说就是收销。啊，若共这两字汉字，台湾的本身就发音咧，讨债，毋是讲你共收销，毋是，就是讲吼，一碗饭安尼尖啦，你掰无两喙吼，毋食啦，将规碗甲饼起角啦，人吼安尼会算家己的福分。就是讲袂晓欠真讨债，或者讨债这两字的解说。过来第四句，这我呢特别爱讲究，就是华语咧讲走路这两字，台湾话真简单，就是行路。啊，毋过若照这两字汉字，台湾话咧甲读咧，走路台湾话读落去，走路咱知，就是吼，你若伙计要交啦，钱阁毋还人，互人安尼咧甲你收销，好到尾啊，你就爱走路，有路无厝，就爱溜去。原来吼，同款汉字、华语甲台语读法无共，解说无共，意思就是有争差啦。